中心今日宣布新增加的7例武汉肺炎病例，其中6个是对境外驶落来的，1个是本土感染，也下总共有355例。其中本土个案是46岁的男性，亚博的无出国，是因为无听美国同美国日本医生看，现时日本马萨车道的，还爱继续查。清明连续假期，当到景点人降到难，当人的少，我有防疫防唔到的所在。治理中心当主编的发出数据的灾防警示消息，提醒民众要离开现场的。迄个无办法保持社交距离，就爱戴遮阳的。连假结束过后，为促成那么热到疫情幕，陈时中讲，佢要当紧张，希望大家要强心来防疫。从台中运输公司爱戴遮阳的，唔合符的人，政府人员会先去签，係講人簽話又唔通，就會本人發新台幣3000元到15000元。台鐵咪係全面要求人客戴遮陽的。為了進一步防疫，天空提示台鐵查指控全面停賣便當，還有飲料也掉。全世界確診病例突破為100萬例，超過43000人死亡。同年期初3個月，新增加2700人嘅確診病例，創下營業當中嘅新高，累計病例突破為6萬例。